到厝，登去到厝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先摒扫，先摒扫，这嘛是会当保持卫生甲清气。卫生。爱挂喙红真好哦，爱挂喙红，吼，迄个巴拉甲金蕉拢先加入分，搁有无？要安怎保持食米，也是迄个环境的卫生甲清气？咱拄则讲着啊，咱的保存的温度嘛，好，请讲。得啊，要什么擦好清气？你要安怎擦得啊？擦得啊，干嘛？等下，你先。挂手套，嘿，手套嘛会当讲手咯啊，你是想要讲这，无要紧，你共做的，安尼拢有共着分酸啊，搁一分着啥哩？老刚刚，所以当安怎保持卫生甲清气。这块卖讲在哩，好不好？你举手叫袂记，好无要紧。你讲哦，你问，嘿，等下，我就先。切冰箱，好。对，矿泉水内底有矿物质，大家讲一摆，矿物质。对，矿物质，矿泉水内底矿物质，伊才有法度帮助这个二药会当减重，安尼敢知？好，咱等下啊，来做进前。即摆请一组一组去洗手，等下洗手爱用啥物？sabun。洗手之前，请大家甲桌顶清毛清气。即节课你袂用到任何的名手册，你袂用到任何的笔筒啊，你桌顶甲它捞倒摆就好，迄嘛袂用到。二药减重需要时间，二药减重需要时间，所以咱顶晡洗洗，下晡才来食，安尼敢有问题？这是啥？下场还是校长？毋是下场哦，才有一个有哦。你若是下场，伊就是无有。要搁才有一个有好校第七条校长，这是第几条？第七。这第几条？第二。啊，敢有变调？这变。第三，你敢有变？这无变，真好，所以变做校长。啊，你有当时啊，你若袂记你声调要安怎？背声调搁留一摆啊，吼。校长第七条要第三声，第三声是好，你就是安尼变，安尼敢知？安尼敢知？地方是啥物类？飞机类、水果类拢对，水果内底有啥物？维他命真好。第三项是啥物？菜色内底有啥物营养素？矿物质真好。第四项是啥物？面霜是啥物类？上难的咧，啊，请讲。好，来，第四项是面内底营养素是碳水化合物。啊，伊若是伫六大类食物内底算是对一类？六大类食物内底算对一类？请讲。五穀类真好，五穀类。